大家呢條片咧會講點樣可以喺2分鐘裏邊就做到一個工作流。大家睇過我哋個 channel 都知道我哋做好多工作流喺 make.com 入邊啦，但係點都唔可能喺2分鐘裏邊做到一個工作流嘅。但係而家 AI 一日人間1年，我哋可以點樣做嘅？我哋嚟到 Manners 啊，大家可以睇一睇我哋呢一條片係講有關 Manners 嘅。咁啊，知道基本操作啦，而家佢新增咗一個功能，先展示後解說。嚟緊10月8號，我哋一個 AI5一人公司嘅講座，會同大家講點樣快速創造同埋變現，向住 AI 工程師呢個方向進發。唔係淨係學 AI 咁簡單，係會有5招話俾大家知乜嘢係 AI agent。第一招會話俾大家知乜嘢係一人公司，幫你打通任督二脈。第二招就係行銷同埋內容創作，內容為王。第3招就係 AI 成交同埋自動跟進、自動回覆。第4招就係 AI 自動化工作流。AI 員工幫你做嘢。第5招就係 AI 寫 program， 你都會識寫 program。如果大家想知多啲嘅詳細資料，喺我哋個 channel 嘅 post 入邊就會見到啦。同我睇下我嘅行程呢，喺9月30號到10月8號有啲咩行程？好啦，佢而家呢就同我睇緊啦。呢個就等於我秘書一樣，你見到佢入咗去 Google 日曆個模式睇緊有啲乜嘢，咁啊出咗嚟啦。10月2號、10月7號，咁呢度就係我嗰個行事曆啦。2號、7號咁樣，咁啊譬如6號咁啦，冇嘢。我10月6號下午7點鐘喺尖沙咀有個 Happy Hour 嘅行程，同我寫落去我個 Google Calendar 嗰度，唔該。咁我叫佢做嘢啦，喺談話嘅過程裏邊，好，跟住呢度授權，咁佢做好咗啦。哦，不過原來我講咗係12月6號，OK，咁啊睇下12月6號啊，12月6號出咗嚟啊呢度，咁呢度呢就好似 Iron Man 咁樣，我哋只需要通過咁樣嘅方式呢，就可以做到一啲我哋平時瑣碎嘅嘢，因為我哋都要啲資料跟住去開 Google Calendar 再打落去都煩嘅，但係而家唔使啦，就咁講就得啦。佢仲有啲咩功能呢？咁呢，我就同佢講，同我 check 下 Gmail 入邊有邊啲係關於 receipt 嘅 email。咁佢就同我睇咗，跟住佢就會發現咗呢啲關於 receipt，因為我好多工具啊咁樣，我就想將佢 forward 落去一個 account 俾我個會計。咁好啦，咁呢度出咗睇咗啦呢度，跟住呢，我就測試啦，我唔想去一次過先，同我將第一個 email forward 到 AI Bunny 呢個 Gmail，即係頭先揾咗嗰個，佢就揾到啦，跟住成功咁去咗呢個 Bunny 嘅 Gmail 啊！你見到係呢一個30日 reminder 啦，domain 啦，跟住呢個就係30日 reminder domain，好誇張。跟住我就同佢講啦，將所有揾到嘅 email 咧，同我擺落去 Notion 一個 database 度，你幫我諗個名啦。跟住佢就創建咗 Notion 就係一個我黏貼性好高，每日都會用嘅一個 database， 一個記事本啊、儲料嘅地方。咁好啦，佢係落咗去 Notion， 自己同我整好晒。仲要係啲服務類型啊、狀態啊呢啲金額全部落晒嚟一次過，咁我俾會計睇呢，就相當之簡單。之前要做個工作流可能都要花啲時間，半個鐘、1個鐘、2個鐘，但係而家基本上大家已經係可以即刻用到呢個工作流。好啦，跟住我就同佢講啦，呢一個網站係我平時有睇開新聞嘅，咁啊喺 AI 呢一 part 啦，跟住我就同佢講，同我將呢個網站今日嘅新聞嘅標題同埋內容總結擺去 Notion 做一個 database 俾我，佢有做。幾分鐘嘅事啫，佢就完成咗啦。跟住呢度就有個 URL 個網站擺晒落去，跟住入邊有埋呢啲嘅內容摘要，不得了。咁呢個就係我每日睇，咁可能係你有唔同嘅資料啊，或者唔同嘅 website 啊，擺晒落去，咁你一下子你就可以落晒 Notion， 你咪可以睇個 Notion 咯。呢個係相當之誇張嘅一樣嘢，而家係越嚟越方便，會越嚟越接近你嘅 AI 秘書。因為佢嘅功能越嚟越多啦，咁好啦，仲有一樣嘢，我喺最尾會教大家點樣去做呢樣嘢，點樣接落去。跟住呢，喺呢個位，佢有個排程任務，跟住呢，可以新建排程啦。咁我做咗一個，咁啊開個任務啦，呢個就係個名稱。跟住我同佢講啊，呢一個嘅網站，跟住同我將呢個網站過往24小時嘅新聞標題、內容總結擺落去 Notion 一個 database 俾我，將呢度揾到嘅摘要做詳細嘅列點。咁呢度呢，我揀翻 Notion， 跟住每日上午8點鐘儲存。佢每一日就會自動同我做更新，因為好多資料、好多新聞，如果可以同我做到總結，啱嘅我會入去睇，如果唔啱嘅我就可以篩選。咁呢度可以吸收好快，即係更加多嘅資訊啦，每一日。咁呢個係一個開端嚟嘅。咁大家如果你熟悉咗嘅話，基本上你係多咗一個好強力嘅一個秘書，或者係好多嘅工作流。好啦，咁點樣 set 呢？我哋去左下角呢一度
咁啊去呢個連接器。大家記住去呢個 Manage 咧，係點我哋下邊個連結，咁就可以去到噶啦。咁跟住呢一度咧有個新增連接器，咁你譬如假設係呢個啦，你只需要連接個 account 就得噶啦，冇乜特別嘅。咁好啦 ，Gmail 啊呢啲連接咗佢，就係等於你嘅工作流。你可以通過對話式就可以叫佢做到嘢。呢一個係一個好新嘅里程碑，因為可能大家有機會聽過 MCP 呢樣嘢，而係 MCP 令到呢一樣嘢係咁簡單。如果大家係熟習咗嘅話呢，未來嘅話寫網站啊，又或者係更加多嘅工作流呢，係一定會出現嘅。Buddy Club強勢推出，可以俾大家學到一人公司解鎖所有嘅技能，無限復課，連結喺下面就有啦。大家嘅支持同埋鼓勵互動係我哋好大嘅一個動力。如果大家中意我哋呢條片呢，記得 subscribe 我哋，打開個啷啷 like 我哋同埋 share 俾多啲朋友啊！下次見。